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第4條路線竹太陰脾經。竹太陰脾經總共有21個穴位，從竹大指內側端嘅隱百穴出發，沿內側赤白玉際，上行過內畫嘅前緣，再沿下肢內側前緣，進入側腹部、胸部，最後到達終點穴大包穴。呢條經脈主要針對脾胃病、婦科病、前陰部以及經脈所經過嘅其他病症。我哋首先要到達嘅係三陰交站，佢位於內畫尖上3寸，脛骨內側後段。呢個站有一個非常宏偉又美麗嘅雕像——三娘娘紀念碑。三陰交，顧名思義係3條陰經，即係竹太陰脾經、竹少陰腎經、竹厥陰肝經嘅交匯之處。三陰交有女人穴之稱，相傳管理呢3條陰經嘅娘娘經常喺呢度聚會，3個娘娘嘅力量交匯埋一齊，令你容光煥發，青春永駐。你就係月仔啊？脾經娘娘、腎經娘娘同肝經娘娘，原來傳說係真㗎！哈哈，你啱啱講啲嘢，我全部都聽到晒啦。三陰交係我管轄嘅穴位，可以健脾、和胃、化濕、緩解腹脹、腹瀉等脾胃虛弱諸症，而且仲係治療婦科病嘅要穴。可以改善月經不調、大夏、不孕等婦科病症，同時肝經、腎經都要經過呢個穴位。肝藏血，脾統血，腎藏精，經常按壓呢個穴位，可以補脾、養肝、強腎。等我嚟教大家點樣按摩啦！一隻手嘅4隻手指撳住竹內畫，大拇指放喺三陰交穴上面，用拇指端有節奏咁由輕到重，緩緩按揉，直到有酸麻脹感。你知未啊，年青人？係。多謝娘娘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前進，下一站係陰陵泉站。陰陵泉位於脛骨內側科下方嘅凹陷處，好多人按壓呢個穴位嘅時候都會有脹痛嘅感覺，好有可能係因為脾濕。刺激呢個穴位可以健脾祛濕，緩解腹脹、腹瀉嘅症狀。我哋亦都可以利用陰陵泉嚟改善水液代謝。如果有雙下肢水腫、小便不順，都可以刺激呢個穴位。我哋即將到達下一站血海站。血為女子之本，血海係調血嘅要穴，經常按摩血海可以改善月經不調、經痛、經閉、崩漏等病症。中醫認為，皮膚痕癢係因為有風邪趁體內血虛入侵，刺激血海仲可以緩解蕁麻疹、濕疹等皮膚疾病。屈膝，以一隻手掌心按於另一邊膝髕骨上緣，2至5指向上伸直，拇指呈約45度斜支，拇指尖下面就係血海穴啦。好啦，今日嘅旅程就到此結束啦。咁
感興趣嘅朋友可以繼續同我一齊遊覽《手笑陰心經》。咁我哋之後再見，拜拜。手足陰陽，臟腑神經脈，食養穴位，心得更加足。成日咳嗽拍肺經，肚屙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激脾經，海雪生瘡蠶心經，肩手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。